绝对不会错的。站庄主，你快派人去救英雄哥哥呀！对呀，大侠哥，多简单的事儿啊！只要把鸟儿找回来，问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凶手就行了。师傅，我带着师弟们把叶红影那个混账给绑回来。慢着，你们先别轻举妄动。师傅，小师妹的仇不能不报。行了行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能踏出折剑山庄一步。你现在真是心狠手辣呀！连魏方宗你也敢杀？长公，魏方宗不是我杀的，你赶紧派人去追叶红影吧。降妖派，不要解释，解释就是掩饰，而这掩饰就是事实。长公，我好了好了，是谁杀的魏方宗并不重要，要不要追叶红影，不用你来教我。我不明白长公的意思。红影哥哥，请你原谅我。不，姑娘，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，我为什么要怪你呀？别叫我姑娘，叫我名字。可我不知道你叫什么。我叫魏方宗，杨冬青。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羡慕你。红影哥哥失去了记忆，但他只记得你的名字，冬青。你说什么？姐夫他什么都不记得了？红影哥哥，我敢说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了。可是你的心却早被他杨冬青给占得满满的，根本就容不下我。我真的不甘心。我不知道以前是不是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，可是我不怪你，要怪就只怪命运捉弄人。都别说了，赶快给他找大夫。这人生地不熟的，我们上哪儿找大夫啊？你们别为我白费心了，杨冬青，你不是一心想找杀父仇人吗？现在你动手吧。什么意思？当初你爹受尽苦心折磨，他苦苦哀求红影哥哥帮他解脱，可是红影哥哥下不了手，所以我就……是你下的毒手，太可恨了！你杀人就杀人，你找什么理由你？算了，艾迪，他已经这个样子，也算是罪有应得。你说的对，我的确是罪有应得。我只是希望你别再错怪红影哥哥了。别再说了，我这就想办法救你。来不及了。来得及，我师父医术高明，我这就带你回折剑山庄找我师父去。师父，您救救徒儿！出了什么事？别慌，慢慢说。我杀人了。什么？我警告过你，3个月之内不许用剑，你为何又行凶杀人呢？师父，徒儿知错了，徒儿不该违背师命。可今日之事，实属情非得已。师父，您救救我吧！您要不救我，我必死无疑啊！你起来说话。你到底所杀何人？师父，徒儿所杀的，正是当今9000岁魏忠贤魏公公的亲侄女。什么？你说清楚。今日我看到叶红影和一个女子出城，我便上去捉拿，没想到那个女子出手便是杀招，
徒儿只好尽力格挡，没想到一不小心就把他给杀了。姓叶的狗贼跟我说，那个女子便是魏忠贤的亲侄女。师傅，您救救徒儿吧！你要是不救我，我肯定性命不保啊！你糊涂！自古以来，杀人偿命是天公地道之事，何况那9000岁权倾天下，你杀了他的亲侄女，哎，只怕今后天下再也无你容身之处了。师傅，现在普天之下，能救我的只有您了。只要您能拿出铁券救我一命，就算他是9000岁，拿我没有办法。师傅，您救救我吧！这个，师傅，师傅，叶红影那个叛徒回来了。我求你们让我见见师傅。叶红阳，你这个欺师灭祖的畜生，闹够了没有？你再敢往前一步，休怪我不留情面！你们才是畜生呢！我姐夫都这么求你们了，你们还想干嘛？阿弟，不得无礼。各位，麻烦你们通报一声，我们确实有事相求。少啰嗦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都给我住手！师傅，孽徒，你还敢回来？师傅，徒儿回来是求您救命的，您赶快救救这位姑娘吧。这姑娘是谁？我不知道她是谁，我只听说她是9000岁的亲侄女。二师弟说她叫魏方宗。她是魏方宗？师傅，赶紧救救她吧。战伯伯，您医术高明，求求您救救他吧。她伤得太重，别说再世华佗，就是大罗神仙也救不了她了。战伯伯，冬青求您再救救他吧。冬青，你叫我战伯伯，莫非你是？没错，家父正是杨莲，晚辈杨冬青拜见战伯伯。是杨莲的女儿。红颜哥哥，我好冷，可不可以抱紧我？你不会有事的，师傅，她流了很多血，我求您赶快救救她吧。战庄主，您别错怪了红颜哥哥。其实杀死你女儿的人，他是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真的知道谁是凶手？其实杀死张姑娘的人是谁？说。是。冬青，想你。冬青姑娘。冬青，这哪儿啊？你不要脸！小少爷，冬青呢？切，你做梦去吧！你做梦都不让我做完整了啊！干什么你这是？我困。快说，是谁杀了灵儿？哎，姑娘，姑娘，你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！大小姐，来人，把这里所有的人给我抓起来！是。李公公为什么乱抓人？我们大小姐死在这里，你还有什么可以狡辩的？如果9000岁知道他的亲侄女躺在你们折剑山庄这冷冰冰的地下，他会怎么想啊？这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人是我杀的，跟别人没有关系。要治罪，就治我一个人的吧。好，战天云的徒弟果然有气魄。来人，拿下！是。住手！怎么，你想犯上作乱？正所谓
教不严，师之惰。姚北行凶犯案，是老夫疏于管教，请厉公公高抬贵手。高抬贵手？哼！请问谁有这个胆子？天元兄，不要为难飞暖，妨碍我依法办事。慢，我已经说过了，姚北犯案的责任由老夫来担当。天元兄的意思是，大明律法，只要不是犯了叛国弑君之罪，其他诸恶，免死铁券皆可以保住其性命。天元兄，你真的想用免死铁券保住江瑶北的性命？你可要想清楚了，这可是你手上最后一面免死铁券了，你不觉得可惜吗？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，能收他为徒，我不能不管他的死活。折剑山庄最近出的事太多了，我不想再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。天元兄，你的遭遇我明白，心情我也十分理解。不过，天下的事情往往是事与愿违的。什么？来人，把反贼叶红影给我拿下！是。住手！怎么？站庄主不知道窝藏朝廷侵犯，那是死罪吗？我曾当锦衣卫的指挥使，窝藏侵犯是死罪，我当然知道。那你还阻碍官府拿人？天元兄，先皇赐给你的3面免死铁券，你都已经交出来了。我看，你还能拿什么来保住这个反贼？你别忘了，我们有言在先，只要叶红影没有踏出山庄，你就不能捉拿他。难道你要食言？天云兄，食言在先的是叶红影，他不但私自离开了折剑山庄，还想离开东山县。我胡编乱造了吗？厉公，叶红影之前杀了小女灵儿，深仇大恨，希望厉公公念在我们曾经同朝为官的份上，给我一个为小女报仇的机会。叶红影之前杀了小女灵儿，深仇大恨，希望厉公公念在我们曾经同朝为官的份上，给我一个为小女报仇的机会。天宇兄，今天你就是说破天，我也要带叶红影走。不过，我非常想知道，如果我答应了你，你准备用什么方式和你的爱徒做一了断？我在下倒是有一个好主意。你们江湖上不是经常用决斗的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恩怨吗？你口口声声说你是一个江湖的人，那么你就用江湖的方式和你的爱徒来了结这一恩怨，如何？什么？怎么，天云兄不愿意啊？我知道天云兄和叶红影之间情同父子，怕下不了手，对吧？不过，你们两个再怎么情同父子，总比不上自己的亲生闺女吧？外人毕竟是外人，我想天云兄也不希望自己女儿的在天之灵不得安宁吧？天云兄，我厉飞鸾也不是一个不通情理的人，我答应你，只要在决斗中叶红影赢了你，我就再也不会过问你们之间的恩怨。天云兄，意下如何呀？厉飞鸾逼我和婴儿比武，分明是想借我之手杀了婴儿。你这不是逼着我姐夫去送死吗？再说了，他现在傻傻呆呆的，怎么跟他师父决斗啊？阿弟，别胡说八道。厉公公，只要我跟叶红影比武，以后的事，你当真不会插手？哼，厉某言出必行，一言九鼎，我答应你。什么？我怎么能和师父决斗呢？住口！你愿意也好，不愿意也罢，
如果你想活着离开这里，3天以后你就要打赢我。好，3天后，厉某必莅临观战。来人，在。带大小姐回去。是。马尚飞就住在这个房间里面。好，谢那我谢啊。告辞了。相公，相公，真的是你啊！哎呀，相公，我都想死你了。我现在是想死我。相公，你干嘛躲呀？相公，你想我了没？我想你想的都快想不起来了。想不起来？马尚飞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！你信不信我把你骨头给拆了，看你到底想不想得起来？小两口吵架不记仇，你想打他，以后有的是时间打呢。对了，哎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们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？我姐姐呢？冬青姐啊，在外面呢，和站庄主说话呢。杨连兄遇害的事，老夫略有所闻。只是老夫现在已退隐官场，消极还乡，根本无力营救令尊。青儿，希望你能原谅战伯伯。冬青明白，冬青从来没有怪过战伯伯。恨只恨当年心高气傲，误信奸贼。当双手沾满了鲜血，才知道自己效忠的不是朝廷，而是一个恶贯满盈的奸贼。所以一气之下，折断了那把杀人如麻的宝剑。这就是今天的折剑山庄。战伯伯大彻大悟，我对他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欣慰的。可是，如果红影能跟您一样，那该有多好！当初我一念之差，把影儿送进了神机营，成了魏忠贤残害忠良的刽子手。也许是天意，也许是报应。红影现在失去了记忆。战伯伯，难道您就没有办法帮助红影恢复记忆吗？实不相瞒，老夫甚至不希望他想起以前的事。现在这样对他来说只会更好。青儿，战伯伯想请你帮个忙。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。战伯伯不在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想办法，绝对不能让他恢复记忆。可是冬青不明白，您说你要是不在了，你要到别的地方去吗？你别多问了，刚才你不是说袁崇焕将军托付你去找顾大人那个铁盒子吗？没错，那个铁盒现在落在魏忠贤的手里。我此次前来，就是想说服红影帮忙夺回那个铁盒。也好，如果能帮助你们夺回那个铁盒，也是帮红影以前做的孽赎罪。可是，我也不知道，红影他到底会不会为了帮助我们，去对付他那个人面兽心的义父？那就要问你了，你从小跟他一起长大，难道你不清楚他是什么人吗？我清楚。战伯伯，难道您真的认为莲儿是红影所杀吗？我不信，因为我了解红影，而且马尚飞跟任苑已经找到很多蛛丝马迹，足够证明红影不是凶手。9000岁知道这个噩耗以后，一定会痛心疾首，悲痛欲绝。白发人送黑发人呐！可是长公，您明知道大小姐的死和折剑山庄脱离不了关系，为何？你懂什么？叶红影在9000岁的心目当中，并不比大小姐轻多少。如今，大小姐已经死了。如果叶红影再死在战天云的手上，哼，9000岁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战天云的。到那个时候，
我再出手，一来可以帮助9000岁报了杀子之仇，二来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坐上武林盟主的位子。姐姐，咱们好长时间没见面了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你。哎，冬青姑娘，喝口水，我也想你，我都快想疯了。哼，我看你是想死吧。烫。我也想你们大家呀，真希望咱们大家以后再也不要分开了。我也不想跟姐姐分开。对，我也不想。但是我更希望英雄哥哥也能跟我们在一块儿。叶红影，姐姐，你有好长时间没见到英雄哥哥了吧？你一定有好多话想对他说。走，我带你去见他。师父，如果您不愿意相信我是清白的，那您就亲手杀了我，为小师妹报仇。我绝对不会跟您还手的。没想到我们师徒俩要走到以死相搏的地步。只愿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厉飞暖这个老狐狸就在旁边盯着。再说，他有灵儿的死为借口，我岂有理由不答应？可是灵儿真的不是我杀的，我不是凶手啊！难道你还不明白？不管你是不是凶手，他们都不会放过你。你唯一的选择，一定要全力以赴打赢为师，要不然，不光是你活不了，青儿跟人愿也没有活路。3天之后，为师在藏剑炉等你。师父，师父！战伯伯，战庄主。快走吧。英雄哥哥，战庄主怎么不高兴了？你是不是惹他生气了？我不想惹师父生气，也不想跟师父决斗。什么？你要跟他决斗？这不开玩笑吗？他是你师父，你打不赢他的。这个我也知道，可是师父非要让我跟他决斗。战伯伯应该有他自己的苦衷，不过我也在想，他不会还有别的什么用意吧？哎呀，别想那么多了。英雄哥哥、姐姐，你们好不容易见了一面，一定有好多话要聊。那你们慢慢聊吧，我到那边给你们看着，不让任何人打扰你们。人愿。冬青，你跟我在梦里见到的你不太一样。梦里？那你告诉我，在你梦里，我是什么样子？在我梦里，你是个小女孩，可是眼前的你，眼前的我怎么样？很美。还有呢？你在梦里告诉我，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，要我把手洗干净。的确，我希望你的手干干净净的。如果你的梦里真的有我，那你可不可以答应我，以后你的双手再也不要沾满鲜血？以后我的手上再也不要沾满鲜血。那以前我的手上都是血淋淋的吗？以前的事情你就不要再问了。我只是希望以后你的手永远干干净净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以后我的手一定很干净，而且我一定要证明灵儿不是我杀的。冬青，
可以帮我吗？哎，大侠哥，大侠哥，我求求您救救我，只有您能救我这条小命。马壮士，又有谁欺负你，让你哭成这个样子？说不好是人愿淘气戏弄你了。不是他，小少爷平时折磨我，撑死就是皮肉伤。这回是那个女疯子，她非要我跟她成亲，我要是不答应她，她就取我小命。你是说和东晴一起来的那位姓曾的姑娘？对，就是她。那女子力大无穷，她的要求我稍没满足，她就对我暴力相向。大侠哥，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呢？好，我待会儿去找曾姑娘，好好劝劝她。哎呀，大侠哥，您就别浪费时间了。她犟得很，从来不听别人说话。那你让我怎么帮你啊？想让您教我点武功。教你武功？对，不用特复杂的，简单点就行，就是那种咔咔一下就能摁着那种。这个，大侠哥，你别琢磨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给你跪下。好，我答应教你武功，真的。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都答应。好，那你要记清楚了。日后如果碰到什么危险，你一定要全力帮助红影，不能让红影跟人愿有任何危险。大侠哥，请您相信，谁要是胆敢伤害他们两个，除非踏着我的尸体。每个角落都找过了，没有发现任何线索。不行，一定要找到证据，才能向师傅证明我的清白啊！先别急，你再仔细想一想，把战灵当天遇害的情形从头到尾的告诉我。是这样的，当时我叫小师妹在这里等我，我刚一出门没多久，就听见小师妹在喊：“大师兄，杀人了！”你刚一出门口，就听到她的叫声，那就说明凶手一定不是从门口进来的，否则你就会遇见。哎，你怀疑凶手是从窗口爬进来的？你看这个，会不会是凶手留下来的？这个在折剑山庄里面就没有人穿过这种布料的衣服啊。骑兵9000岁，东厂厉公公传来的密信。什么？宗儿他9000岁，立刻飞鸽传书，急告丽妃暖，无论用什么办法、什么手段，都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叶红影抓回京师，由我亲自问罪。是。宗儿，你怎么忍心让叔叔这白发人送你这黑发人啊？叶红影，要不是因为你，宗儿就不会惨死他乡。是你让我失去了宗儿，我要让你付出最惨痛的代价。太好吃了，这桌菜太丰富了。但是这桌菜不是我请的。二师兄，你不是不知道我们可没钱啊！你早说你不请客，你看你怎么点这么多啊？虽然不是我请的，但我没说我不付钱啊。大家都到齐了，各位少侠大驾光临，真给厉某面子。二师兄，这厉公公，
请咱们喝的什么酒啊？嘿，这位少侠说话就见外了。百姓是人，当官的也是人。我厉某以前就出生在寻常百姓家，而且还是穷苦人家出身。这位大人，师傅吩咐过，不许我们跟官府打交道。这顿饭我看还是不吃了吧。慢，各位师弟，我有几句话要说。二师兄，今天你到底要说什么呀？4个字：扬名立万。在座的各位都是男子汉大丈夫，我们身在江湖为了什么呢？不就是为了能够扬名立万、光宗耀祖吗？可是各位看看，我们空有一身的武功，却要窝在山庄里当一个山野村夫，你们甘心吗？啊？我不甘心。二师兄说的有道理，咱们几个谁不想像师傅一样，名满江湖，扬名立万？可是这名利，也不是说能争就争来的。师傅他老人家说过，不准我们争名夺利。他老人家的话，又有谁敢不听呢？师傅已经老了，他能管得了我们一时，能管得了我们一世吗？要想光宗耀祖，要想扬名立万，我们只能靠自己，必须抓住机会。现在就有一个大好的机会摆在各位眼前。什么机会？这位东厂的厉公公说了，只要各位师弟肯效忠锦衣卫，就给每个人一个百户的官职，是吧，厉公公？各位少侠，机会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。哎，大侠哥，我斗胆的问一句，你刚才已经教我怎么拿剑了，那是不是我就算你徒弟了吧？哼，马壮士，你何必非要这个师徒的名分呢？哎呀，大侠哥，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你想想啊，以后我要是游走在江湖，报上我师傅的大名，哎呀，肯定是跪地上一片呐，多过瘾呐！哼，我们别说这些了，有一件事，希望马壮士可以助老夫一臂之力。师傅，我绝对不能助您一臂之力，必须2臂，再加2腿儿。我一定使出吃奶的劲儿来，帮您努一把。那就拜托马壮士，帮我把这拜帖送给我武林中的好友。啊，你们又要煮酒论剑啊？不，我要我的好朋友赶来见证我跟红影的决斗。师傅，这事不用见证，他是你徒弟，您怎么打都赢。谁胜谁负，还言之过早。总之，我希望这些拜帖能早日送到。马壮士，你也应该知道，折剑山庄的周围早就被官兵包围了，一般人不能轻易进出，只有你轻功改式，才能带老夫走一趟。哎呀，看来这么重要的事，只有我能完成了。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实不相瞒，我的朋友能不能赶来见证我跟红影的决斗，直接关系到你跟红影，还有人愿跟杨姑娘，能不能平平安安的离开折剑山庄？离开山庄？师傅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拜师您烦，所以找个借口把我支走啊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就不拜师了，我不想离开您。并非老夫想把你们赶走，只是你们不得不走。拜托。战伯伯，战庄主，人员，你们都在啊，正好。麻烦你，比武以后把这封信交给红影。战伯伯，您为什么不亲手交给红影呢？还有，您有什么话，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呢？这个，战伯伯，您该不会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们大家吧？不，老夫怎么会有事瞒着你们呢？只是我跟红影要比个高下，我担心万一有什么不测，老夫还有很多话来不及跟红影说，只好写在信里面。战庄主，您又开玩笑了，您怎么可能有不测呢？您是英雄哥哥的师傅，您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打赢他。
要是真有什么不测，那绝对是英雄哥哥。天下事无绝对，拜托，千万要记住，比武以前，这封信不能打开。答应战伯伯。放心吧，战伯伯。太好了，你们都在啊！战庄主好，你们看到我相公了吗？我找了他一整天了，连个人影都没看见。没有啊，我一直跟姐姐在一块儿，没看到马上飞。那就怪了，我问了所有的人，他们都没看见马上飞。会不会他怕我向他逼婚，脚底抹油又开溜啦？这位姑娘，千万不要误会，是老夫请他帮忙办事去了。哦，那办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反正马壮是不会跑的，比武以前他肯定会回来。哎，战庄主，那你让他给你办什么事儿啊？战庄主，战庄主！哎，站住，艾弟，你就别再烦战伯伯了。他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？马尚飞是去办事，又不是开溜。对呀，艾迪姐姐。哎呀，你这个小孩，你懂什么？反正我现在已经是有相公的人了，他要敢对不起我，我就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筋，剁了他的肉，然后去喂狗。可怜的马尚飞，看来我对你还算是好的了。就是嘛，艾迪。哎，要我说，你也该改一改对待马尚飞的态度了。怎么改啊？你每天对马尚飞不是打就是骂的，这谁能受得了啊？打是亲，骂是爱呀，老人家不都这么说吗？再说了，我不对他这样，那我对他怎么样啊？信任。有刺客！来人！哎，不用慌，不是刺客，我是来送拜帖的。这件山庄，没错，我姐。走。预备，上！快，上！好大一只鸟啊！快射下来！哎，不要射，我是信鸽，看见。折剑山庄。对，嘿呀！山庄。师傅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你只要记住，明天全力以赴的去比武。你还是不相信我，和其他人一样，认为灵儿是我杀的，不肯原谅我。不，你错了。我知道你跟灵儿的死无关。真的？既然师傅相信我，为什么明天还要……别多问了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可是师傅，还有别的事吗？师傅曾经说过，就算是山珍海味，也比不上我亲手为您煮的一碗粥。我希望师傅吃饱了，明天有精神。放下，出去。师傅，您趁热喝，我下去了。
站庄主，可真早啊！厉公公，昨天晚上，厉某一夜未睡，生怕错过了这场龙虎斗啊。站庄主和叶红影都是当今武林1等1的剑术高手，今日一战必定精彩非凡，您说是吗？战梦所知，厉公公武功深不可测，只怕今天让厉公公见笑了。师傅。师傅，是叶红影那个叛徒来了。师傅，让我替你跟这个叛徒决斗吧，我要替灵儿报仇。师傅，让我们师傅，让我进去，师傅，您让我去吧，师傅。给我住口！今天谁都不能插手。进。今天你还是用你这把剑。可是，师傅，厉公公，比武以前，我想请你帮我们见证。见证？怎么见证啊？这里有一份生死状，这场比武，如果我赢了，叶红影无论生死都交给厉公公处置；如果我败在叶红影的剑下，那叶红影一行人等就可以安全离开折剑山庄，离开东山县。站庄主，您这是？江湖规矩，决斗无非是一场赌博，赌博就要有赌注，而这赌注就是性命，你死我活。还请厉公公为我跟叶红叶这场赌命之争做个见证。好吧。既然站庄主如此说了，厉某那就成全了。那就请你在生死状上盖个手印。朝君，是师傅。厉某已经根据你说的要求把手印按了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谢谢厉公公，请你们退下。哼。走，你们也退下。是师傅。亮剑吧。师傅，你我一立生死状，绝对不可以手下留情。影儿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师傅！拔剑！糟了糟了！林峰哥的这套剑法真的手不能攻，这次他死定了！红影！提剑！掌剑！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师傅教我的每一招每一式。他不是这样的，我看战伯过，并非真的在和红影搏争，而是在教他剑法。落剑！出剑要有力，知道吗？是，师傅。
记不记得？决斗的时候要全力以赴。师傅，我想起来了，我都想起来了。好，那你就用你学的每一招每一式来对付我吧。可是，你是我战天云引以为傲的徒弟。我真的是您的徒弟吗？你当然是我的徒弟，而且还是我战天云门下的大弟子，更是我一手抚养成人。这碗粥让师傅想起了什么？父子情，在师傅的眼里，不管什么山珍海味，绝对比不上这碗粥。原来师傅是以自己的性命换我一命。没想到我们师徒俩要走到以死相搏的地步。只愿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3天之后，为师在藏剑炉等你。大侠哥，剑庄这是怎么了？按照你的吩咐，我把各路掌门全请来了。好，灵儿，你过来。先杀灵儿，又伤师傅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姚北，师傅，你这个鸟人，他是你师傅，你居然敢杀他！我跟你拼了！马上回，不能怪你大师兄。大侠哥，你说大师兄什么意思啊？我传译给你，你就是我的关门弟子。这把剑，就当做是我送给你的信物。谢师傅。战伯伯，您这是何苦呢？师傅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您这么做，徒儿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。错不在你，姚北。徒儿在。为师走了以后，你在大庭牌匾后面把那个锦盒拿出来，当着各派掌门宣布新的庄主是谁。不要，师傅，您没事的，您肯定会没事的，师傅。我很快就会看到灵儿了，我想她。来人，将叶红影等一干反贼给我拿下！是。慢着，李公公，你言而无信。
你，我们立了生死状，我现在打败了叶红营的，他们应该可以平安离开了。战天云，你，你果然是只老狐狸，走了一手妙计。哼，你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让我做你和叶红影的证人，你还用自己的一条命换来这几个狗贼多活几天。好，妙招啊！李公公，今天所有各派掌门都齐聚在折剑山庄，如果你背信弃义，违背约定，我看各派掌门都不会服你。对呀，你不能言而无信，不能言而无信的，不能言而无信，不能这么说呀！啊，不然我们哪能服你的？战天云，你狠！婴儿，师父，为师扪心自问，已经尽了为师为父的责任。为师对你所能做的就这么多了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战伯伯，战庄主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各位师弟，我们不能放过这个叛徒。给师父报仇！慢着，请大家冷静一下。战伯伯并非红影所害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想狡辩？叶红影，受死吧！师父如今尸骨未寒，一定不愿意见到你我反目。等安顿好师父，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